拜拜。走了。哎，走。是那个公寓还是 house 啊？是公寓，公寓好，公寓好。是。啊，对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想去上个那个，化妆间。化妆间，是。大叔，陪妈去一下。好的，应该的。不好意思，尽量。没有。好，你们也没有用啊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待会儿有事的。哎呦，水果还没上啊！我不吃了嘛。哎呦，那你就这样子走了，多没礼貌。妈咪，你真的觉得我跟那个女生合适吗？很好啊，娶老婆就是要娶这样子的。你看她屁股大大的，很会生呢。如果在家里又会做家事，有什么不好？屁股大的。妈咪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已经够闷了，你找一个比我更闷的人进来，你不怕被闷坏吗？我求求你，让我自己找女朋友好不好？我很怀疑你的眼光有问题啊！你都找那种不三不四的，你看，像这种人满街都是，我怎么会放心呐？大树哥，是你，好巧哦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这里买东西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来这边吃饭。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妈。伯母你好。你好。伯母好年轻哦。哪有？太棒了，在这边遇到你，那我就不用过去载你了，我们直接从这边出发吧。妈咪，那我就先跟他走了哈。对，你说有事就是跟他约啊？那我要怎么跟他们说啊？就跟他们讲，我肚子疼，先回家。早点回来。妈咪，如果你再帮我乱介绍，我就一直的跟这个女生约会。你敢？我先出门了，妈咪，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我要买东西，我还没逛完呢。海哥，上次那个外拍的钱可以先回给我，请稍后。因为我最近有点缺。好。海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插播，那我们下次再联系哦。好，拜拜。喂。补单完成，请取出您的存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姑姑。如果再多2个人就好了。你在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打工。打工？现在几点了？这么晚去打什么工啊？就是24小时的书店啊。我们家什么时候需要你去赚钱打工了？爸比，你说的没有错啊，家里的钱都是你在赚，并不是我的。现在我想要靠我自己赚自己的钱。我告诉你哦，你不要去赚钱给人家男人花用啊！给我一点出息啊！不要丢我们皇家的脸。这跟他无关好不好？我都已经快20岁了，班上同学都有打工经验，就只有我没有。我不想要这样一辈子被保护着。我希望
你会答应我。你为什么会这么倔强呢？因为我是你女儿啊。好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，不会太晚回来的。要小心点啊！好。好，再一次哦。5, 6, 7, 8. 1, 2, 3, 4. 5, 6, and 7, 8. 1, 2, 3, 4. 5 and 6, 7 and 8. 那你们试一次，我看 ，OK？ 5, 6, 7, 8. 1, 2, 3, 4. 5, 6, and 7 and 8. 1, 2. 那个米娅，待会记得手伸直的地方都要伸直哦。好，再试一次看看。5, 6, 7, 8. 1, 2, 3, 4. 5, 6, 7 and 8. 1, 2, 3, 4. 5 and 6, 7 and 8. 那个晚餐，待会记得我们下一次练习的时候，尽量跟上大家 ，OK？ 好。那休息5分钟，后面有水，休息一下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谢谢。我也要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拍，先嘛。好，那一个一个来好不好？一个一个来。那我先帮你拍，快快拿手套拍一张。那我先帮你们2个拍，下一个。好，换我了，我要自己来，甄选会开始。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Ruby， 我叫 Sandy、Jenny、Andy。这样跳可以吗？他那个是出拳吗？我都想出拳了。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找得到人啊？不要抱怨，赶快继续啦。是下一位啦。下一位。你男朋友知道你来这里应征吗？他当然不知道啊。那你还来？先来看看啦，有选上再说喽。哇，我的跳舞老师真的是又帅又很会跳哎，觉得好开心哦。小爱先走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心哦。你会跟我约会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没有啊，我在上传刚刚我们拍的合照，顺便标签你。标签？你不要闹好不好？我女朋友看到会生气啊。哎呦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怎么删啊？老师，你紧张的样子好可爱啊！你先别烦，跟我讲怎么删啊？哎呦，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好了。先给我。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选啊？我快累死了。明天就休 day 嘞，你今天没选到，你明天要开天窗哦。快一点，快一点啊！下一位。叫到你了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盼盼。可是我觉得好像蛮可爱的。你觉得嘞？不错啊，说话又可爱。
你入选了。啊？义乌跟谁学的？我男朋友教我。闭嘴！因为我们时间很赶，所以我等一下要给你一片我们表演的 DVD，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把舞步全部记下来 ，OK 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你先出去吧，我们讨论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他跳的真的还好。哎呀 ，OK 啦，现在找到赚钱的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无所谓啦。我觉得不妥。不然我们来投票。好啊。反对的举手。我。在上。3比1，你输了。拍手，我们有新成员喽！